裏邊市民呢啲意見咧，政府係聽到嘅。喺房屋方面，年輕人都覺得而家嘅樓價都係比較難去負擔，係咪可以增建居屋咧？我自己都期望咧喺諮詢過後咧，係政府咧都可以吸納呢啲民間嘅智慧，增加自置居所比例作為一個長遠嘅目標，咁從而咧係增加公營房屋啦，增加居屋啦，以至增加咧係房屋嘅階梯嘅。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15+5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認為，國家嘅15+5規劃重視就業優先，香港未來嘅產業結構，例如發展創新科技，亦都應該考慮點樣讓整體生產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佢預計，當香港編製好首個5年規劃，相關措施將會被逐步納入每年嘅施政報告入面，立法會亦都會做好監督工作。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帆喺同一節目話，要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就必須基建先行。我哋講緊北部都會區係一個宜業宜居宜遊嘅地區啊嘛，基建先行係必不可少嘅。因為基建先行咧，除咗提供一個快捷嘅交通往來之外咧，亦都係提升咗佢沿途嗰個我哋叫做土地嘅價值啊。因為佢可以因為方便嘅時候咧，無論係民居又好，商業地區又好咧，都可以咧係有更有嘅經濟效益。咁呢個對香港整體發展都好重要。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認為，要加快北都建設，政府要拆牆鬆綁。佢又話，香港需要深化同大灣區各城市嘅協同發展，發揮好引進來走出去嘅角色。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美軍重新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並發動新一輪攻擊。美國總統特朗普話，決定用海灣各國將同美國達成嘅貿易同投資協議嚟取代美國提出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貨物收取20%嘅費用。伊朗就攻擊美軍區內目標還擊。伊朗軍方再次對約旦境內嘅美軍基地發動無人機襲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亦都以導彈同無人機攻擊喺巴林同科威特嘅美軍設施，包括美軍第5艦隊相關設施。革命衛隊警告，如果美國喺區內嘅邪惡行為持續，就唔會再有石油同天然氣從區內出口。美軍中央司令部就話，完成咗對伊朗嘅新一輪打擊，攻擊咗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同伊朗沿海地區幾十個軍事目標，包括伊朗嘅導彈同無人機陣地以及海岸防禦系統等。據報伊朗南部嘅格什姆島、阿巴斯港等多地傳出爆炸聲，西部地區有民用設施遇襲。美方喺本港時間星期3凌晨4點恢復針對往返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區船隻嘅海上封鎖，並話喺中東地區部署咗超過20艘軍艦同過百架軍機，時刻保持警戒。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曾經提出對所有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船隻徵收相當於貨物價值2成嘅費用，作為美方維護航道安全嘅補償。不過，佢喺美軍再封鎖伊朗港口前撤回收費決定，話收到多個中東國家來電，提出希望以喺美國大規模投資嚟代替美國收取通行費。You have Saudi Arabia, UAE, Qatar, Bahrain, and Kuwait, primarily, and then others. I spoke to all of them,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特朗普又喺接受霍士新聞訪問嘅時候，話會持續攻擊伊朗目標，警告伊朗要重返談判桌。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就話，德黑蘭政府會不惜一切代價對霍爾木茲海峽行使主權。又話，如果美國認為可以借軍事行動同經濟封鎖迫使伊朗重返談判，係錯誤嘅諗法。香港電台記者蘇海瑩報導。世界盃4強，西班牙上下半場各入1球，以2-0擊敗法國，率先晉身決賽。
世界排名頭2位嘅球隊喺世界盃準決賽相遇，白衫嘅西班牙上半場有翼鋒也馬喺禁區被法國左閘甸尼踢跌，奧耶沙巴操刀12碼，22分鐘為狂牛領先。喺今屆決賽周已經射入8球嘅法國隊長麥巴比，上半場有一次半單刀機會，但被門將斯蒙出迎解圍，西班牙半場帶住1球優勢返更衣室。法國下半場換入高尼代替有黃牌嘅拉比奧，但未有建樹，反而走甩咗熱刺右閘撲羅，俾佢同隊友一次撞牆，殺入禁區起腳，射破面朗嘅十指關。58分鐘，西班牙將優勢拉開到2球。後備入替嘅道爾80分鐘未能夠把握斯蒙出迎失誤射入空門，隨住麥巴比同丹比利尾段射門無功而還，西班牙繼前年嘅歐洲國家盃同舊年嘅歐洲國家聯賽，連續第3年喺大賽4強淘汰法國，亦係相隔16年之後再次晉身世界盃決賽。能唔能夠好似2010年咁將大力神杯帶返屋企，就要問過本港時間聽日凌晨開波嘅英格蘭同阿根廷嘅勝方。香港電台記者梁嘉琪報導。港台電視31即將播映《老家伙》。控煙新例喺4月全面生效，市民了解有幾多？賣電子煙就梗係違法啦，但係個法律風險咧就喺晒買嗰個人嘅身上。面對私煙及電子煙橫行，執法面對咩困難？禁咗喺市面上購買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轉咗個地下市場，佢從一個灰色地帶去購買，其實你都係管理唔到咯。鏗鏘集資，煙消雲散。聽晚9點半。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哋一齊參與。全新嘅國際時事節目《中環天下事》，為你剖析大國博弈戰略，拆解地緣政治脈絡。讓2026年成為中美關係繼往開來的歷史性、標誌性年份。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縱觀天下風雲，橫看大國博弈。7月21號起，逢星期2晚7點半，中環天下事，港台電視32。扶貧委員會已經發表咗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4大政策範疇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準扶貧項目支援特定群體，我哋會繼續以人為本，政商民3方同行合作，精準輔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見成效，精準輔助創新程。穿越千年國度，凝視歲月痕跡。縱觀古今中華文物，每一道紋理都記載住華夏文明。